继续来看，陆委会统计，去年台湾人去到中国失踪、去往扣落来调查案例，有这221人，是比往年佫加4倍。外交部嘛公布，这旅游警示要公布入境，可能会甲你送去中国，有甲中国签司法引渡的国家，互民众来参考。尤其你若是有公开发表过政治言论的，就要特别注意。 台湾网络作家罗新，2023年疑似因为写禁册，互中国冻判12年。台湾社运人士杨迪恩，2024年9月，奉照涉犯分裂国家罪判刑9年。其实，个人去中国防限制自由的案例是真侪。陆委会公布2025年，个人去到中国，结果失联防留置盘查，也是限制自由的，加起来有221个人。2024年的时阵是55个人，人数大增加4倍。外交部的旅游警示嘛，标注和中国签司法合作，也是引渡条约的国家。 加宏参考，也提供各国与中国签有刑事司法互助协定或引渡条约等其他客观指标，供国人参考。伊干部在做的警示顶级是第3级感觉式的，就是避免去。但是伫警示说明顶广告标注讲和中国有签引渡协定，而且已经生效。外交部统计，目前有67国有和中国签刑事司法合作协议，另外有62国是有签引渡条约，或者提起讲特定身份，譬如讲退役军人、捌做过情报工作，甚至互认定和当地社会组织有联络的人，到中国拢有较悬的几率互盘查，甚至是拘留。 跟他的社会组织方面可能有一些联系的，造成一些叛乱团体的这种概念来讲，那他就会比较在意一点，所以他就会更加的严密去防止说他们所谓的境外势力的这个介入他们内部的一个问题哦。或者建议讲，第一个是到中国进前会当先换做较清气的手机啊，伫台湾的资料卖查过去。第二就是要注意伫中国联络的人，敢是一定互中国锁定，亲像是有可能互征收的对象。过来就是捌伫网络也是公开场合发表过有可能互中国锁定的言论，亲像是政治见解等等，都尽量卖去中国。记者综合报道。